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南投埔里鎮公所舉辦今年度玉樹季的活動，有1000張的樹栽花蕊免費送給村里民。南投埔里玉樹季頭一場的活動，今日大興國小校園透過熱烈活潑的節目演出，宣導種樹啊、綠美化的環境知識。同時透過志工的指導，和這些學生囡仔輕輕鬆鬆就會當完成盆栽。轉一轉，然後再用肥料，然後用花。種的花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啊，簡不簡單？簡單。鎮公所辦玉樹季活動，希望講聲更加濟鄉親同齊來響應。要讓咱所有的小朋友知影講吼，咱種樹的這個重要性，所以講直接在此呼籲大家吼有閒置的空間吼，盡量來種樹。鎮內賣樹仔業者有寄付差不多1000張的美元實物，明仔載會佇公所前的廣場免費來發送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